台北捷运的信义线东延段长的时间最近工地电缆线遭碰见，警方调查发现讲，一个工地涂水工人，伊发现讲工地无啥得管就找朋友来偷电缆线，偷走60公斤一届载袂了，加工佮继续来载，结果就互警方当场抓到，佮超出毒品警方一日拢总过来，甲3个查某抓好条，大声叫因苦嘞。留下来收证物。涂骹的五金用品变做犯罪工具，方用来偷摕电缆线。听那个师傅有在讲啊，说那个清晨啊，好像就在那个福德派出所的那个旁边而已。偷摕地点就伫派出所头前的工地，当伫做一温信义线东延段的工程，将来是广珠奉天宫站。警方调查，初日暗时8点外，细记查某人找朋友弄入去工地破坏电缆，偷摕超过60公斤。但是因为量伤济，一摆载袂了，过顿工转来继续偷摕，才互当场抓到。季贤他曾经是这个工地的泥做工的，在这边做工有大概半年多了。那他就是在工作的期间有发现说，这个电缆线的看管可能比较没有这么严密，所以他就起了盗心。对现场查实，原来涉案的主嫌是工地做南马控的工人，发现讲无啥物人在顾，电缆的价值阁真贵，就起歹心要偷摕，甚至经过警询了后，警方阁查出讲，嫌犯伫1个月前早就已经开始犯案，阁成功偷摕到。包括他们出去的地方，我们现在也把它封死。那进到工区的地方，我们加强这个保全的管制，所有的进到地下车站的入口都要经过这个人脸辨识系统。专案毋但是涉犯加重偷摕罪，警察嘛伫嫌犯身躯顶发现安非他命，阁加一条毒品罪，所落来会持续追查，而成功敢有其他的共犯，还是集团性质的犯案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